过一切的终极，超过一切的对待。当体呢便是当下当便是动念很奇怪就是动念呢就错了犹如虚空呢无有边际，不可测度虚空没有边际，也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呢，即是佛这一心呢就已经是佛。佛与众生呢更无差异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众生着相这个外求转失我们着了形象，向外面去追求，所以失掉失掉我们的心，所以就失掉佛了。那么佛使佛密佛将心周心我们本来就是佛使佛密佛，咱本来就是佛，不过来找佛这个就是头在安头的。然后将心，我们这个已经就是真心了，然后我们还在周心求也尽是终不能等。不管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也都得不到。不知呢徐念妄虑佛自现前。只要我们习念，把所有念头都习念所有的力考虑都忘掉，那佛他就显现在眼前所以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感觉？我们看了这一段有没有不一样的？所以在讲这个真心之前我们要强调，他在所讲的心不是我们人所讲的那个世心小心按下去要变成要买，对不对？所以在讲一心也就是在讲这个那么底下又有一个言签，那么此心呢即是佛，佛呢即是众生，众生呢即是佛，佛即是心。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知佛时，此心呢不偏没有增加，乃至呢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就记住这个六度万行。有没有办法转换格式那就是引到那个做广告的呢。我们修持，然后添加欲言则施遇到因缘我们就布施，许言呢则起习掉所有的因缘，然后我们就进入那个极如如不动若不决定性质而意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全部呢都已经不对，以道相关，代入失败此心呢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串流影音档没有办法用，手机都是用 MP4，所以要把它转换格式为 MP4会不会是档名太长？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即为着相，都已经着相，无始来没有着相佛就是无始以来没有着相的佛，所以着相不会成佛我们要成佛一定不能着相。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那个次第无始来无次第佛没有次第的佛，但悟一心，更无少华可得就是领悟少华就是即心即佛此则真佛，就是真正的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这个无坏，没有掺杂也不会坏如大陆人造四天相造我们整个这个四天相，这个四天相我们就是了解四大部洲。入道之时明遍天相，虚空不成明；入没之后暗遍天相，虚空不成暗所以这个明暗有变化，可是我们那个佛性没有没有变化明暗之间自相应
心亦如此。心也是这个样子。若观佛，作为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呢，作为过浊暗昧生死之相。此人呢，作持劫，立河沙劫呢，终不得菩提，即是呢着相之故。所以着相，就呢不得菩提。那么维持一心呢，更无微尘许，一点点微尘都没有。这个少华可得，少华可得，一点点少华都没有。即是佛。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不领悟这个心体，便是心上生心，向外求佛。我们在心上又生心，要向外求佛，着相修行，那么皆是恶法。这个法不对，非菩提道，不是觉悟之道。这个呢又是这个一段。各位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很高超？就讲佛性本体的。那因为还剩下13分钟了，这个要留给各位学姐问问题，还是要再讲？我们讲到剩下5分钟再问。很慢，这个转档很慢，用格式工厂比较好。